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股市三大指数走得非常有个性坚决不受美的影响。三大指数是低开但是后面是一路高走，最终集体收涨。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66%，深成指指数涨0.46%，创业板指数涨0.50%，科创板及科创50指数涨幅均超过1%，也就是科技股涨得还不错。市场呈现个股涨多跌少的态势，上涨个股是3800多只下跌的只有1000多只但遗憾的是这个两市成交量只有1.5万亿，也预示这个上涨恐怕不那么牢固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将近1000亿。两市开盘在这个外围利空情绪，也就是美西方资本市场纷纷下跌的这种影响下跳空低开，但是很快就翻红，下午2点以后还集体发力。这个银行股在回调，居然最终还能涨上去。我刚才说了美中不足的就是成交量只有1.5万亿，很快就要掉到1.5万亿以下。总之A 股今天是牛气了一把，走出了独立行情。但是这个牛市赚钱可不容易所谓的牛市指数牛市，金融消费者要加倍小心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赚钱的牛市。毕竟这个外资海外机构现在对这个新兴市场的股票看法有了分歧。花旗跨资产团队将亚洲新兴市场股票评级从超配下调至中性，称韩国税收方案破坏了其正在进行的公司治理改革精神。虽然我们认为税收变化总体上不会对市场产生长期影响，但我们认为这些措施与旨在提高估值的什么计划所反映的理念截然相反。这个花旗的策略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印度相当不利的关税待遇也损害了亚洲新兴市场股票的吸引力。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疲软，美联储可能在9月降息，将全球资产配置中美元从中性下调至减配。这个是花旗已经对这个亚洲新兴市场评级下调。关于目前沪市来到了3600点在这儿震荡，后面到底怎么走，这儿安全不安全？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他发了一个视频接受记者采访，他说4000点理想还是梦想？大家看视频大盘到底现在危险不危险？他们想让你给大家来个定心丸。我坦率讲我个人感觉我还是有信心的，我也希望大家能有信心。同时呢，我主要是根据这么多年这个参与资本金融的经验，我觉得我们的监管部门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堵住自己的漏洞，要让我们的这场慢牛真正的让它走下去。我们说那些量化交易的难题也就不难解决了。而且我们广大投资人只要过了3800点，我觉得我们就顺利的通过了过去10年没有走过去的艰难险阻，把这个关走过去，再把我们的这些漏洞堵住，我想中国的股市大家都应该建立信心。我们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只靠我们的工资收入去维持我们的生存。劳动创造价值，资本也会获得收益，这是一条市场经济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我们今天的中国制造业已经这么强大了，我们的新金融却还建立不起来，我们的直接融资还不能完成。我是真心的希望通过这次股市，比如说能不能站上4000点，这是我们一个长久没有实现的梦想或者是理想。我希望能够大家团结一心，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能够在现在的高度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能够在具体问题上懂金融，能够正确的把握这些所谓的科技手段和股市公平之间的关系，一定能够按部就班的循序渐进的以慢牛的姿态完成持续上涨，早日跃上4000点。刘继鹏老师认为4000点还是很有信心的，并且他认为我们的制造业这么强大，我们的这个新金融还建立不起来，也就是我们的金融和我们的制造业地位不匹配。这个我觉得说法有点勉强吧，就是我们的制造业，我也不能说都不好有一部分还是不错的，但是大部分呢都是吹过头了，金玉其表，败絮其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东北大学那6名年轻的大学生，6枝花他们就在央企中金黄金在内蒙
蒙古的一个选矿场，那可是央企啊，从那格栅板上掉下去，这就是制造业。我们也得承认啊，我们也有很多什么黑灯工厂，确实有很先进，但是这些很先进的不是我们全部的代表啊，反而是这种傻大黑粗的才是我们制造业这个底色啊。我们的制造业有多少粗制滥造，对吧？多少这个伪劣产品，造出了多少垃圾。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制造业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强大啊，也是不忍细看呢，远观还可以啊。这是第一个关于制造业。第二个，资本市场这东西，这个信心的建立啊，这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不是号召出来的，对吧？要脚踏实地的，要进行这个叫系统性建设，这个进行防范。这个咱们节目天天说啊，否则的话，你在这个基础上，你搞个4000点，搞个牛市慢牛，那就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啊。前面恐怕建的也挺好看，但是终究会塌呀，而且很严重啊。你比如说啊，这个胡适的奇葩上市公司啊，那是数不胜数，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欺诈上市、做假账，这个是一抓一大把。前7个月已经对66家上市公司立案调查。我们见过最多的啊，做假账都是往多里做，对吧？虚增营业收入，再虚增利润，对吧？这样这个报表就好看了，股价就上去了，大股东就套现了。通常都是这个搞法，但就有奇葩公司啊，对吧？反其道而行之，你把营业收入做高，把利润做多，我反过来，我通过做假账呢，把利润做低，把营业收入也做少。不管是做多还是做少，都是做假账啊，这是不容许的，都是一样。你说还有上市公司居然把自己的这个营业收入和利润都做少，本来赚这个1个亿，营业收入10个亿，他非把营业收入做到7个亿啊，只赚了2000万，你说这是图啥？还真有这么一家上市公司啊，而且是赫赫有名的，叫云内动力啊 ，A 股就有这么一家上市公司，创造了中国股市诞生36年来啊这个奇迹，而且违反这个金融消费者，对吧？这个三观呢，任何经济学原理都很难解释的这个奇葩行为。所以我说胡适啊，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就没有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你就不知道他有多乱。这个叫云内动力的啊，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财务造假，对吧？他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人家财务造假是虚增营业收入和利润，好吗？他是反着来，他是虚减营业收入和利润，这就让大家瞠目结舌啊，让监管的脑子都晕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2年虚减利润总额超9000万元，闻所未闻。就是这就好比那个明明你是个好学生，对吧？一考就98，他非要考68，这是什么意思啊？要深藏功与名是吗？要藏拙是吧？要示弱是吗？因为这2年的财务造假，公司和高管分别被罚600万和650万，然后公司直接被 ST， 股价暴跌30%，那中小投资者对吧？损失惨重啊！关键啊来了，这家公司啊，它还是国企，它不是什么民营企业，大股东是昆明国资委，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你是国企，你这个管理层为什么要冒着被罚款的风险去做假账，而且是把利润和营业收入往小里做，这种反人性的做法？公告给出的说法是返利回扣和供应商索赔等，也就是它这里面有一些业务不规范啊，有的涉及一些回扣啊、佣金这些，然后还有一些是供应商的索赔啊，它这个解释我认为非常牵强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供大家参考，这个个人分析啊，我认为也不是说这个利益输送，就是说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这种可能性有，但是我认为都不大。考虑的是云南，大家知道吧？这云南就相当于暴雷啊，对吧？那云南的地方政府缺钱缺到什么程度啊？3年口罩期间过不下去了，跑到上海要钱，大家还记得吧？因为上海是哪个区啊，对吧？是对口支援云南吗？昆明的地方债不是暴雷吗？也就是说啊，你看云南、贵州那些地方地方债，大家都知道，反正地方政府这个缺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考虑到这个云内动力啊，它是云南国资委的企业，所以我就怀疑它是通过减少这个营业收入和利润，实际上把这个钱啊政府掏走了，直接在你报表里就没有了，对吧？别在你报表里做出来之后，那钱在账上，然后我去占用，大股东占用啊，那也不太好，对吧？我直接把你钱拿走了，让你报表上没有，不就完了吗？你报表上也别做，对吧？这个9000万的利润我拿走了，咱发工资啊，也只有这么解释啊，才能合理。为什么呢？他这高管呢被监管部门罚了之后，他们在就是国资系统里面没有挨罚。你看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公司董事长和其他高管发生这种丑闻，竟然不辞职，真是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永远是云内动力的中小股东。你看啊，也只有这种情况，他是替政府背锅的，那你政府怎么好再罚他呢？对吧？人家是为了政府
人家自己扛了这个监管部门一刀，这是对吧？牺牲小我啊，成全大家呀，牺牲个人对吧？成全集体啊，这些干部那还要升迁呢。你只有这么解释才能解释通啊，要不然的话，那国资委得惩罚这些高管呢，对吧？你怎么能做假账呢？你做的那钱去哪儿了？纪委不得查他呀？所以我就怀疑啊，他这纯粹是替地方政府挣钱呢。通常的做法是，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啊，通过国资委控制这个上市公司。那一般的是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钱，这个很多上市公司都这么干啊，就是国企啊。你看那个长春高新还有什么很多，大家自己就可以去查。那政府没钱了，那就是把上市公司钱占用。你监管部门罚就罚吧，反正我没钱，对吧？我就占用。那云南这边人家玩的花，对吧？别在账上搞那么多钱了，直接把钱拿走吧，对吧？就体现不出占用啊。这是我分析的，这不一定对，我就也只有这么解释啊，才合理嘛。高管没有受惩罚嘛，对吧？按理那这个应该交给金征啊，继续往下查呀。你9000万没了，少做9000万，那你把这钱给谁了，对吧？这里面有没有利益输送啊？你是国企啊，他没有继续查嘛。所以说，你说上市公司都这么整，对吧？你指望着走牛市，怎么走啊？防不胜防啊！你还指望着在这儿，对吧？让大家投资获利，人家是指望着这二级市场解决政府、解决企业的问题难题，对吧？你这些金融消费者还眼巴巴的指望在这儿赚钱，实现财务自由，你这不是做梦吗？对吧？你看政府就指着二级市场来解决问题啊！大家记住了啊，以前政府是通过卖地，对吧？所以说二级市场人家就看不上，费那劲卖地多粗暴简单，对吧？把地从那个农民手上一征收过来，把指标一调，对吧？条规变性，然后在一级市场一整理，挂牌一卖就翻几十倍，对吧？1个亿收来的地恨不得卖100个亿，你这赚钱都是简单粗暴啊！但是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嘛，走不通，但是政府要花钱，怎么办？哎。二级市场似乎对吧，动动脑筋还能搞点钱，你是不是这个路子，对吧？只要有这个想法，你这二级市场就好不了。是各个地方政府下场，那村里管得着吗？对吧？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你村里的级别也不比别人高，你管得着吗？所以我觉得啊，我个人判断，越往后啊，随着房地产低迷啊，地方政府没钱，这二级市场的乱象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你看啊，这个7月 A 股现减持潮，超400家公司股东套现，平均每天10几家减持，全市场5000多家上市公司，将近1/10的公司在7月份减持股份。你看看减持忙啊，7月份正好在3600点扛在这儿，大家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减，不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A 股7月站上3600点，大盘一路走高，股东却是一路卖，减持套现，最终 A 股还是那个 A 股，每一轮行情减持的股东才是最大的赢家，高位套现离场，剩下的散户股民高位筹码越来越多，资金越来越少，最终击鼓传花游戏难以为继。最终7月底8月初市场一波收网大跌，对吧？各路专家在喊8000点、10000点、14000点，对吧？让这个金融消费者冲，但是呢，这些大股东对吧，忙着减持。这个券商龙头啊，东方财富实控人老爹是清仓减持，哎，你不说牛市吗？人家把全卖了。所以这个金融消费者啊，还是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啊，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界面新闻，每日经济新闻报道，8月3日 A 股科创板上市公司 ST 帕瓦公告啊，说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张宝涉嫌职务侵占，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7月25日 ST 帕瓦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宝通过供应商占用公司资金1.41亿元，占用销售货款4992万元，合计占用公司资本金1.91亿。上述占用资金主要用于其本人消费、投资，存于本人或本人指定账户，或现金存入其本人处。这个是胡适啊常见的玩法，也就是实际控制人大股东啊占用上市公司的钱，对吧？他怎么占用呢？一种是直接啊从账上把钱划了走，但这个就太明目张胆了，这审计一看就能看出来。所以他通过供应商占用，供应商占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给供应商的货款，你可以提前付啊，对吧？你预付，本来的1个月只能结个2000万的，他直接给你先付个1个亿过去，等等啊，就是这个钱到了供应商账户上，供应商占着，供应商不退给你，不返还给你上市公司，他通过供应商实际上是他的一个白手套啊，供应商然后再把这钱给他，或者给到他指定的账户，或者是提成现金给他，通过供应商来占用上市公司的钱，这个
这是常态啊，这是经常常见的。关键是这个张宝啊，他是个名人啊，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博士，2012年9月起任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导。你看看这教书育人呐，这怎么教学生呢？带研究生、带博士，教他怎么占用上市公司资产是吗？这个张宝为 SD 帕瓦第2大股东，持股比例10.4%。2024年薪酬是120万元，也就是多少钱都不够啊。老师这样了，那你说你指望他能教出什么好学生出来呢？当然我也不得不说啊，这个保不齐啊，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斗争，因为他是2股东嘛，大股东、2股东一般的都经常会斗，也有可能大股东啊去举报的，这种情况有啊，我不能保证。我们再看一看关于骗局啊，咱们从这个央视啊看看央视揭露报道的这些骗局、这些坑蒙拐骗。这央视财经又报道了啊，说水光针美丽陷阱，部分正规医美机构蒙骗顾客违规注射。水光针凭借微创变美的特点，成了不少年轻人选择。记者发现，个别正规医美机构违规将瀉二类水光产品用于注射。根据消费者给出的线索，记者来到广州的广东韩非整形外科医院。大家看视频啊，带着消费者举报的材料，财经调查记者首先来到了位于广州市的这家名为韩非整形的外科医院。从资质来看，这家医院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属于正规医美机构。我们是上市医美机构，对产品的要求上严格，卫生局会查，药品是完全不用担心。但记者在该医院的大众点评页面查询水光针时，一款售价仅228元，明确标注医用谢字号的私立516动能素产品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它是谢字号，什么叫谢字号啊？能注射进去的，它一定是谢字号。药品能打进去的话，它的生产确实比所有的产品会更加严格。它是谢几呀？只要带谢字号的，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也是打的吗？这安全吗？可以放心，这全世界都在打，你更加就不用担心了。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章医疗器械分类规则中的内容可以明确，这类注射进皮肤的水光针剂按照规定必须取得谢3批号。记者交钱后被带到院长办公室，由院长签字确认可以做此项目。在此期间，记者再次询问这款私立516动能素的批号。您是院长？对，刚才您说谢几？谢字号的产品谢字号就行是吧？对，那就直接给他安排去敷，我也不表面麻药了，那就赶快去安排。面对记者的询问，院长始终只以点头回应，顾问的回答也闪烁其词。对于是不是只要谢字号就行的疑问，对方未做任何解释，反而急着催促记者进入敷麻药环节。护士为记者贴上一张标记为元泰净皮肤抑菌液的面膜。这款消字号面膜的包装显示，其适用范围为皮肤表面抑菌护理，并非用于表皮麻醉，但其主要有效成分中却包含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剂3甲卡因。护士当着记者的面取出了即将用于注射的私立516动能素，进行所谓的验针。记者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对注射针剂瓶身上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进行查验。页面显示，这款被韩非整形外科医院用于面部注射的水光产品，其管理类别为第2类，也就是业内常说的谢2批号，并不能用于注射。低廉的价格，医美顾问对谢2、谢3概念的刻意混淆，再加上院长含糊其辞的默许，这款并不能直接注射的所谓水光针就这样被销售出去。这是央视报道的，这个也是咱们大国制造的一部分呢。这个也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强大的这什么制造业，各行各业实际上都经不起仔细的去这个叫审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前不久那个作为体检的头部叫爱康国宾，人家董事长直接就说了不要指望这几百块钱能把你什么病查出来，体检就是逗你玩，对吧？所以说各行各业都差不多。你比如说吧，咱们的这个研究生的论文或者博士论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个
我的印象里面，咱们肯定是排第一啊。咱们现在每年培养的博士生，恐怕在全球也是排第一吧。然后你那个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我估计不是第一也得第二呀。那还有哪个国家有我们发表的多吧？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有价值的有多少？因为我们每一个评教授、评职称，你都得在这学术期刊上就发表论文，这是硬性要求啊。但问题是你发了这么多论文，有什么价值呢？就是有谁引用呢？都是那个叫制造数字垃圾啊。你发了那么多论文，有这个得过什么诺贝尔化学奖有几个，物理学奖有几个？就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你说要量啊，咱们肯定能搞出第一出来，但是说你说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基本上是粗制滥造。这里就说到这个，正好武汉大学那个杨某某，不有人就网暴他，然后把他的那个研究生论文拿出来说事嘛。我在以前节目就说过了，如果这么搞的话，你随便把一个谁的研究生论文拿出来，找不出问题吗？都涉嫌啊抄袭，都涉嫌造假，对吧？你不抄袭，你不造假，你怎么能搞出这么多论文出来？完了之后还没有一个有价值的，这是悖论，对不对？关于这个啊，我看胡静老师也做了个评论。胡静老师说啊，他说法院已经判了肖同学性骚扰不成立，所有人都应尊重这个判决结果。他这个说法不对啊，就是胡静老师他实际上你别看他是个什么厅级干部，什么环球时报总编，他的法律意识淡薄得很。这个民事啊，民事纠纷，那我凭什么要尊重法院判决啊？我就是不尊重，我就是不认可，我再上诉啊，上诉完了之后你判了我还不认可，我再申请再审啊，对吧？然后去各种救济措施啊，我就是不服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法院这一判我就得服了，服了，然后你就老老实实，对吧？你不能上诉啊，你也不能再去喊冤了，你也不能再去搞什么再审。那国家还要搞什么再审干啥呢？还要搞什么这个检察院驳回，对吧？检察院还可以要求再审。还搞什么巡回法庭干什么呢？所以典型的这都属于法盲，就是说民事判决我完全可以不服啊，对吧？判完了之后我就是不服，我就要告，我说你判的不对，所以说所有人都应尊重这个判决结果。我觉得这个你这就是胡说八道了。那原告输了，原告他就是不服，有权这样啊。如果照这么说的话，那都不需要搞二审啊，一审审完了就结束了嘛。法院判了你输了，你还要上诉啥呢？你得尊重这个结果啊，对吧？所以这都是属于法盲，你知道吧？就是很多这个 UP 主啊讨论这些问题，他就简直是让人笑话。但是重点不在这个啊，重点在什么呢？胡静老师说啊，杨同学做了错误指控，这已是定论啊。这个胡静老师啊，二审才叫定论，这所以说法律欠缺是，对吧？那个一审的时候，法院判决后面会写上，对吧？在15天之内或者10天之内，如果你不上诉啊，那就这么定了。所以说这个胡静老师估计也没研究过这个判决书啊。也就15天之内，你如果不提上诉，那你就一审就这么认啊，大家都认就是这个结果。如果你要上诉，那这结果是待定，那等着二审法院判才能生效啊。二审才是咱们严格意义上叫终审。所以说胡静老师就是也是，对吧？随着情绪走啊，看网上哪边声音大跟哪边走。另外，学校还没有认定杨同学的论文造假，需要取消他的学位。那么大家不妨等校方结论，也尊重学校的学术裁量权。学校结论一定会有的，这个说的有道理啊。给不给学位啊？这个论文通不过，这个权利是在学校，确实是这样啊。学校一般有个叫学术委员会嘛，对吧？重点是最后胡静老师说啊，他说互联网上最虚伪、最无聊，甚至最恶心的东西之一就是男女对立。希望这个深造出来的对立游戏差不多就得了，不要走火入魔。确实啊，这网上主要是大背景是男女对立越来越严重，对吧？所以导致这些本来是小事，对吧？或者是能圆满解决的，最后深变成这样。大家还记得那个大连什么职业学院吧？那个女孩跟那个乌克兰的这个游戏选手啊，你把这两个事件啊合到一起一看，这就勾勒出啊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中国男性的这种压抑、性饥渴，对吧？无论是在这个武汉大学图书馆这个掏单权，对不对？我有掏单的权利，我有挠痒的权利，还是这个斥责这个中国女孩跟外国人睡觉，在本质上啊，就是男女对立下的这些男性啊，在维护自己的这个交配权，也就扩大自己的这个资源和权限，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现在重点已经不是这个了，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关注一下。现在这个炮火已经延伸到一切责任在美方啊，说这个武汉大学这个杨女士，这个杨同学啊，杨某某拿了美国什么一个机构的钱，这炮火已经在延伸了，所以这就是网暴啊，这就是网络暴民啊，就是你如果不把这个网暴这玩意任由它发展，那它都是受害者。
对吧？最后一定会上升到爱国不爱国，最后上升到你卖国，对吧？你不给他税，你给外国人税，那肯定是卖国啊，还用说吗？这都是21世纪了。这个事情会导致是个什么结局呢？就是以后你要维权的话啊，你要为自己伸张这个权利的话，你先考虑一下你那个论文呢，经得起经不起检验。如果你的论文经不起检验，那就算了吧，别到时候人家说查你论文你就完了，你维权没维得了，你对吧？你还可能会搞出其他事出来。好，假设你说我论文我觉得没问题，那你记完没有一点毛病吗？经得起翻吗？啊，你一点错误都没犯过吗？那开始翻，你没有错误，那你爸没有吗？你妈没有吗？对吧？是你老师没有吗？就上纲上线啊，无限这种扩大。所以说这种网暴啊，就是这种不提倡。所以我一直说就事论事，就他这件事对的还是错的，对吧？不应该再去扩大网暴。你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导致以后谁也不敢说话，你都把嘴闭上吧，对吧？你要维权，你先考虑清楚，你是不是屁股绝对干净？你干净，你爸妈干净吗？你爸妈干净，那你们老师对吧？你亲戚，最后是人人自危，最后就是大家谁也不要主张权利。现在很多网民对吧，也在这个网暴这个肖同学对吧，说他这保送啊，说他这个以前，所以这样没完没了，你知道吧？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把嘴闭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